Hello，大家好啊！想同大家介紹下啲靴嘅，因為呢幾日比較凍啊，所以同大家介紹下啲日本靴。咁就大部分都係599，而家下面介紹嗰啲大部分都係599。咁首先介紹呢隻係日本製嘅 Suwasi 日本製嘅防線。咁 Suwasi 有3個色，個踭係大約2寸。呢個驚皮有3個顏色，有黑色，有個卡其皮同埋卡其驚皮。跟住咁咪頭先嗰對係有中碼至大碼嘅，咁卡其呢隻有加大碼添。咁跟住有2對長 boot， 日本製嘅長 boot。頭先嗰個係890蚊，咁而呢個係長 boot。如果今日24小時之內我落 order 有9折。咁呢個日本製嘅防線，日本製嘅長 boot，得返好少咋。呢個卡其剩返大碼，呢個深灰有中碼同大碼，剩返3對，都係890蚊，日本製。跟住介紹呢個係 Jelly Beans 嘅，頭先嗰個長 boot chocolate，Jelly Beans 最新今年嘅兔仔 boot， 剩返加大碼，加大碼係大約24.5至25，因為佢兔仔裡面係比較厚身啊，所以24.5着加大碼要，因為裡面太緊着唔到大碼。2對都係剩返加大碼，有啡色同黑色。其他 size 賣晒，呢個790蚊。跟住呢個都係今季最新款嘅，550蚊，正價550蚊，有3個色。呢個灰色550蚊，呢個黑色驚皮。呢個黑色，呢2個色有中碼同大碼，呢個有細碼、細中大，呢個黑色皮有細中大。跟住呢個都係今季 Jelly Beans 最新嘅，有黑色皮同埋驚皮。中碼同大碼都係550蚊，簡單款嚟嘅，呢個有彈性嘅簡單款。咁跟住呢個呢，就係又係簡單款，不過橡筋。最新嘅 Jelly Beans 最新款嚟嘅，啡色同黑色，咁係黑色剩返大碼，啡色有中大，都係550蚊，折咗495。今日之內落單有9折，出咗片之後。咁跟住落嚟介紹嗰啲呢，就係599，特價599。
首先有呢隻兔仔，兔仔有中大碼，呢個兔仔嚟嘅，兔仔有中大碼，條帶拆得599。呢個有3個色，條帶都係拆得平底599。黑色剩返中碼同細碼，中細碼。呢個卡其後面格仔嘅，剩得一對中碼。咁呢個係啡色，有大中細碼啡色有。跟住呢個毛毛係4種着法，咁就個扣拆得啦，條毛都拆得嘅，有3個色。呢個係灰色、粉灰色、杏色同埋黑色。黑色有中碼同大碼，特價599。黑色有中碼同大碼。杏色都係有中碼同大碼。灰色有細碼同大碼，冇咗中碼啦，細碼同大碼。跟住呢對係大碼嚟嘅牛仔 boot， 黑色大碼。呢對黑色蝴蝶結拆得嘅個蝴蝶結，剩返中碼。咁呢兩個係有毛毛嘅，條毛毛拆得嘅，條毛毛。咁有啡色同黑色，啡色有中碼，黑色有大中碼、大碼同中碼。跟住呢個就平底，有杏色同埋淺灰色。有中碼同埋大碼。咁呢個係兔仔嚟嘅。有個啡色，好靚㗎。啡色有中細碼、中碼同細碼，特價599。呢個係米白色，有細碼同埋加大碼。細碼同加大碼。跟住介紹呢個係簡單款，比較 smart 啲嘅 smart casual 嘅，咁就有黑色，黑色有中碼同大碼。呢個卡其色中碼599。跟住呢個係有扣嘅，側邊有個扣仔。橡筋有個扣嘅，咁啡色有中碼，黑色有中碼同大碼，都係特價599。咁跟住呢隻係超輕嘅保暖 boot 嚟嘅，超輕。好似我着緊呢對，有中碼同大碼。有中碼同大碼。
跟住最後呢個款咧，就係呢個可以摺得嘅。Two ways 即係可以摺低咯。咁佢啡色有中碼同大碼，呢個米白色就得大碼，米白色得大碼，啡色有中碼同大碼。咁以上599特價599嗰啲咧，如果你哋可以買2對就福袋9992對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